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中国伫个军事演习了后，佮出手咯。中国的官方今仔日宣布，为6月15开始，对台湾134项进口的产品停止使用 ECFA 协定的税率。国台办讲，会停止的原因，就是总统赖清德坚持台独的立场，严重来破坏到两岸协商甲 ECFA 实施的基础。咱的总统府嘛发表声明，讲这中国单方面来取消掉关税减量，是典型的经济威胁，那冲击到经贸市场健全的发展，对两岸关系正面的推进嘛无帮助。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今天发布公告，决定进一步终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部分产品关税减让。自去年12月了后，中国对 ECFA 当中部分的产品来出手。中国官方今仔日公告，讲台湾违反 ECFA 的规定，2024年6月15号起，就会针对134项产品停止适用 ECFA 协定的税率。另外，国台办嘛发表声明表示支持，同时嘛点名拄仔才上任的赖清德政府。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，拒不承认9·2共识，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 ECFA 实施的基础，是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终止 ECFA 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。甲顶届相比，敢若针对12项石化产品，即届列出的134项产品，其中包括着乌油、基础油等等的石化产品，阁有侪种的机具零件，嘛有来拢布、比赛型的脚踏车、其他高路费的用具，类型是阁较侪。从最近的军演到裴洛西访台的军演，到现在针对贸易金融的部分，都一再的在亮剑。我倒是想请教，这样的方式会让台湾人民更倾向中国，还是更倾向我们的盟友美国？球还是回在赖清德的总统手上，他应该想办法派人通过什么管道跟中国大陆那边去谈。我觉得比较重要，毕竟受害的还是台湾老百姓呢。陆委会主委邱水正嘛，伫咧备询的时，对中方表达着抗议甲不满。面对中国搁再出招，朝野立委的反应嘛拢无同，就看赖清德政府要如何来对应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